反正打不死我的，就会使我更强。他打死你。来，咱耍来讲，6至1的后边，咱地球会分成讲耍吼，大家记得。大家画一个迄个对照图，因为这特别重要。就是讲，单看来讲，我们发现地球表面，地球表面有一个我们叫做板块，的这进行做侪构数啦，如果咱新教材我把它删掉啊，咱天气是大陆漂移说，韦格纳大陆漂移说，后来又海底扩张说，最后到板块构造学说，才完整的解释，咱地表各种现象。在咱有闲来讲，因为咱无咱进度上袂了，来咱先讲，咱的板块，板块顾名思义就是平的嘛，好像一个壳一样嘛，它是没有可塑性的。这个板块呢，它有岩石圈，这个咱讲的板块。既然是板块，它会运动，表示下面有一个东西背着它动，带着它动，所以就叫做转流圈。你嘛从把转流圈用它水的岩石圈飘在软流圈的上面，这样漂浮。不是安尼啦，软流圈不是液态的。咱有一个实际的东西，你有看过麦芽糖无？麦芽糖算固态还是液态？很难讲，对不对？麦芽糖放久了会变形，对不对？可是它很慢，但是它不是完全不变形。你去挤压它，或是它放着重力慢慢会跑，慢慢会变形。软流圈就类似这样子，软流圈就类似这样子。岩石圈也搞到差不多100公里、100 K 的。软流圈，这都没有一个固定的，这都平均啊，平均。大家我考你一个问题：软流圈跟岩石圈的界限，既然不是固定的，那它用什么来区分？有人答，变化买，它是一个什么的界限？到底哪一种界限来界定岩石圈跟软流圈？是根据哪一个物理量？来区分它？其实这都是硬的，它是硬的，它是软的。所以这个分界线是影响岩石会变硬、会变软，还是哪一种物理量？温度嘛，它连1000多度以上，就会变成软流圈。低于这个温度，它就是冰，这是板块。所以这个板块有人要做爆哦，非常火在那个什么中洋基那里几乎就是接近地表，没几公里，但平均100。你可能会跟那个咱讲的地壳地函混淆，所以咱来个交界归出来，这是用状态来分。我们的地壳地函是用组成物质来分，分法不一样，所以会有这两种。
来闭壳的厚度偌济？会记咧？你直接讲诶。课本下伊甲大陆甲海洋分出来，大陆地壳的平均厚度是35公里，海洋地壳的平均厚度是8公里，7到8啦，等于不到10。啊，你讲全球整个平均起来可能不到20公里，那所以它最多大陆地壳最多30度，40。所以地壳有没有突破？有没有可能突破岩石圈到暖流圈？不可能嘛！岩石圈是100公里啊，地壳最后也是30-40啊。所以我如果说地壳全部在岩石圈，这样对不对？这句话应该没错吧？也就是岩石圈是包含全部的地壳，但是不止包含全部的地壳，地壳差不多安呢。岩石圈安呢包括，所以它还包括了什么？最外部的地函，对不对？也就是地函的最外层。也包含在岩石圈里面，啊，按个软流圈，你嘛把讲内部地函，然后来讲解，这岩石圈加软流圈加起来300公里，列地函多大？快3000哦。你的地函是快3000哦，也就是说它大概占它的，即使岩石圈跟软流圈加起来，哇，降离1/10秒。所以软流圈你把它用内部地函哦，你有一个概念，我们所谓岩石圈、软流圈根本都在地球的最外层，上外靠的对啊，哎，所以。软流圈，你还是要叫它外部地函啊，它只是地函的最外那个1/10啊，可是它不是因为最别岩石圈。安尼了解了，这两个比较，你有无比较你会不一样？哎，我安尼画出来，哎，就完整的，这是地壳地函的分层，这边是。岩石圈软流圈分层，这种比地球的最外层而已啊，你要有这种概念。不过板块运动对咱最重要。迄地壳内底迄铁面安怎动，不会影响到板块运动。我讲那个地动啊，地震就来啦，火山爆发就来啦，这都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的哈。所以板块运动，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啊，这些东西，安尼，所以咱来耍来看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它的交界带，重点在它的交界带会产生什么东西，啊，所以加尔斯又把它讲对了，2亿5千万年前，韦格纳有提出一个叫做大陆漂移说，比方在2亿多年前，我们地球现在所有的大陆都结合成一个盘古大陆。从2亿年来闹分裂，裂成现在这样。你知道他这个学说提出来哦，譬如笑死了来，笑他的，攻击他的，一直到他死掉，没有人承认，学界没有人承认他这个学说，没有承认他的学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你知道韦格纳他不是地质学家哦，他是研究啥了吗？他是气象学家。一个气象学家跨界到地质界来哦。学界分干做清楚的哦。你早会笑话讲，哦，你读博士哦，你读博士，你的论文写啥？我的论文在研究苍蝇的左眼。
所以你不要问我右眼，右眼的事我不知道。哦，这种以前他夸张啦，哦，他夸张那个，所以博士界博哦，有点那个我那个应该念是专在一个点。好，你在那研究气象没有？研究气象哎，你要跨界来提出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学说，但是韦格纳为什么会提出来？他气象学家为什么会提出盘古大陆？因为气象学是不是要研究古时候的冰河？结果他在研究古时候冰河的时候，他发现南美大陆跟非洲大陆这边的冰河遗迹跟那边冰河遗迹是可以接得起来的。不止这样，山脉可以接得起来，还有挖到动物的化石也可以接得起来。而且这些动物是袂晓游泳的。你讲这两个这动物游过大西洋，游到南美去，只有两边有化石的关联。所以他说，只有他们以前在一起，你才能解释这个山脉是连续的，冰河遗迹是连续的，连生物的化石是连续的。本来来大这位好好闭开，就像讲，你要转因厝，结果你甲恁斗同啊闭开呀，变态呀，你不能回去了，只好你在这边成家立业，他们在那边成家立业，然后海就越分越开，越分开，然后这些动物挂掉之后，这边有这边的化石，那边有它就是同一类的。问题是隔着一个大西洋所以韦格纳当时问题是韦格纳当时没有办法解释一个东西，大陆又不是浮在海上，为什么它会飘？韦格纳说我不知道。后来又提出一个海底扩张。那是侦测到海底地形之后，发现海底会扩张，可是海底扩张说一样不能解释，那海为什么会裂开？这两个学说，一直到地质学家发现了软流圈，才知道不是大陆漂移，也不是海底扩张，是软流圈带着板块整个移动。板块上面有大陆有海洋，所以板块之间相对运动，产生了大陆分裂跟海底扩张。所以最后的板块构造学说就把大陆漂移说跟海底扩张说整个做一个完整的交代，就是板块构造学说。好，今麦来看板块边界，这型上面几题哈，有三种。来，这板块有三种板块，咱课本讲两种的，因为另外一种我嘛唔知，因为较无重要来，第一种分离，咱有当时讲张裂。咱讲以板块交界带，后来科学家发现，全世界有7个大板块跟20-30个小板块，这7大板块来跟大陆有关。你卖看课本，咱考卡生片，来咱先看最大的一个板块，也是7大板块里面唯一全部都是海洋，没有大陆的板块。哪一个板块？太平洋板块，它是最大，然后唯一没有大陆，全是海洋，岛不算啦，岛不算。来，咱为遐省块，咱为附近省块，欧亚、南部、印度、澳洲，来，并轨，非洲，印澳隔壁非洲嘛。好，非洲要翻越大西洋，
北美、南美，6个了。来，剩一个什么？汽油的家，南极板块。安尼剩下做咩？来，咱就算一道：太平洋、欧亚、印澳、非洲、北美、南美、南极，这是7大板块，还有20-30个小板块。小板块里面，咱记一个菲律宾海板块，菲律宾海哦，还要加那个海，不要念成菲律宾板块。想到爱这，因为咱台湾的宾馆，嘿，我们台湾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的交界带，所以这个小板块对我们很重要。好，其他20-30个我们就不用管它了。来，张列性板块，然后还有一个聚合，会裂开，它就有地方，因为地球表面积固定的嘛，你既然有地方裂开，你一定有一个地方是合起来的嘛，所以聚合。最后一个来混合，来补充一下，错动，好，错动，安尼做简单嘛，分开合起来，错动，好，它们交界带会产生什么？好，会产生什么？咱来看嘛。张列在太平洋中间，大西洋中间是最长的一个，叫中洋脊。这一阵就是想到海底扩张学说，可以2次世界大战人类发明一个武器，叫做声呐，你理化2轨。当时是为了侦测潜艇。咱讲人类从北来，人类最尖端科技啊，最尖端的人才，都是先去研究杀人武器，然后杀人武器过期了，才下来用在我们一般民生。声呐就是这样，当时就为了战争用，战争结束了，声呐就用来侦测什么？海面下的鱼群，也可以看海底的地形。声呐还没发明之前英国的海军，那阵英国是海上霸权，那阵叫日不落国呢。英国曾经做过一件事他把全世界的海底地形图画出来。这有声呐都简单的啊，过扫过就好啊。无声呐的时阵哪喂？土法炼钢，念来一台船啊，开100公尺，沙黑毛干，梭啊，垂下去，垂到底啊，画完了，起来，就这样由点而线，由线而面把全世界的大洋通通画出来你莫看100公尺都等100公尺，你看，迄横越太平洋爱。尾不越掉，所以那时候的话，而且当他们那个开到日本旁边的时候，还是要绑的放不了。太平洋的深度平均大概4000公尺，结果他放了2倍，绳子还不够放，吓到了。这个海底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洞？后来才发现，连成面的时候，这不是洞，这是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全世界最深的地方，12000多公尺，喜马拉雅山一吞的要多高？海沟给聚合性板块交界，张列冒出海底火山，形成海底最高的高山。问题是它在海底。它只有一个地方冒出头来，就是冰岛。所以冰岛是地质学的火礁池。它经常冒出一个新的岛，因为它的海底火山一直在喷发。中洋脊跑在冰岛，
它如果中间裂开，又到陆地上，它就是裂谷。提醒你是中阳节部分。好，当然这个就是火山呐，好，这个火山。这些板块交界带都很容易有火山，火山岩浆，因为它是一个裂缝嘛，地下岩浆冒出来，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好，这里火山的不同，那它来讲，聚合性板块哈，这个最热闹，所有板块交界带最热闹就是在这里，而且我们很荣幸，我们台湾就在它上面，所以那也不行游来游去，叫做幸运还是不幸哈？我们就在聚合性板块的交界带，它会形成两种，一种就是海沟，一种叫造山运动。海沟是海洋闭壳遇到大陆闭壳边界遇到，造山是大陆地壳遇到大陆地壳会遇到，所以咱中央山脉相关就是因为安尼。好，海沟马里亚纳海沟，来错动哈，错动这嘛是补充的。错动性板块大的比较少，有一个很有名的在美国旧金山，所以旧金山大地震就是这个错动性板块造成的，它有一个形成一个断层。它有很多翻译啦，有翻圣安德里斯、圣安德烈斯，加点英文，常客节 Saint Andrews。断层破层，你查见头，它简直就像地条的一道伤疤一样，而且横跨了整个从洛杉矶开始，洛杉矶大地震很严重哦，而且问题是震完之后，科学家不知道为什么旧金山发生大地震。那阵做炸，那时候地质学还没有研究什么板块。那个科学家发现，他把旧金山大地震地面，就那个旧金山的城市去测量，发现一件怪事：黑篱笆都平移扯断，就是那个，就说你对面的邻居你也在断层宾馆你的换邻居，换对面的邻居啦，本来对这栋边啊，对另外一排厝啊，也就是它在断层上，这边往南，这边往北裂开来了，而且这条线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画到那个入海太平洋。那时候就这样子一点一点把它量起来，才把这个断层找出来。喂，进行这个无进行，无进行。来，顶面的下晡就帮我介做过一个运动啊，咱来互动一下，运动一下，有没有？没有教过你们，来，右手握拳，来，可以来啊，拍嘞，右手握拳，轻轻的敲。左手张开，轻轻的摸，来气化买，按两手一起。连续要放松的地方。来活动一下，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啊？会不会有人都是这样啊？会摩擦。然后都这样。会摩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换手。换，你只要换过来就好，你就要用石头就要敲，你就要步就要，我随时换你就要换过来。安尼老贝，好嘞，哥连接较难的，这样这做过咯。红姐起来哦。
这一把枪追5个人。来，手摇起来，射挥者，一把枪追5个人，然后 biang 再追回来 ，biang， 然后5个人再追过去 ，biang， 再追回来 ，biang。来，计划买，卖个捆啊，计划有问题。这样呗，那来进阶，因为你要 biang 死1个人啊。所以5个人追回去 biang 死1个人，就只能4个人回来。4个人追回又 biang 死1个人，就剩3个人回来。3个人又 biang 死1个人，剩下2个人回来。2个人 biang 死1个人，剩1个人回来。太难了，不会。来看清楚哦，4、3、2、1。报警这么啊，5、4、3、2、1。啊。好来，心情不好了。有那个，首先试一下，你的手太强。毕业前来课检，爱害人害人，像毕业生。对，毕业前要搞坏，也在滑雪。另外要加油，还有同学看资料讲老师，我怀疑你有自闭症。啊，你细汉拢无玩伴哦，所以你只好左手跟右手。我你也会知，我常来用左手跟右手下棋，好啦，来，走了经验，来，咱改，咱什么啊？下一节讲解，咱下一节讲到断层甲褶皱，啊，断层甲褶皱，所以呢，因为咱跟板块交界带有关，所以我们先提一下，上面叫褶皱，可以啊呢，扭曲，它上面的断层，如果它是硬的，就整个怎么样？断开那个断层。来，所以褶皱会在哪一种板块的边界产生？你要怎么让它产生褶皱？推还拉？推。但是推啊，推是哪一种板块？聚合啊，聚合就推嘛，张力就拉开来嘛。所以聚合，它有3型列褶皱。那断层呢？推跟拉都会产生断层。但是推跟拉是不一样的断层。来哦，合理解。你看个，你感觉这个断层是推还拉造成？会变这样，会断成这样是推还拉？应该是拉吧，我俩反过来，这是推还拉造成的，推吧哈，看出来哦，你把它想象成2块积木，然后你刚刚真正断这积木来，你这个斜的拉它会变成这样啊，推它会变成这样啊。所以我来讲，你在记正断层跟逆断层哦，你们记上面上盘往上移动，下盘往下移动叫做逆断层，然后上盘往下移动，下盘往上移动叫做逆断。这一记的水袂记啦，不要这样记。你怎么记呢？来，这个是张力性板块。聚合性板块推力造成的，这个逆断层，这是拉力的，叫做正断层。你记其中一个，记对一个，咱台湾，我们台湾是聚合性板块的交界带，
所以我们台湾400多条断层，包括921大地震的车龙埔断层，全部都是逆断层。安尼结合下来，读出来，你判断正跟逆，不要什么上盘下盘的，你直接看这种图形就是推力，推力就是什么？聚合性板块，聚合性板块就是什么？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什么？逆断层，你把它整个连接起来，好，它那有定下来，所以这正断层、逆断层，哪些？就这平移断层，啊，当然平移也有分左右移啊，那个旧的课本有，我简单讲一下，你站在这一块看对面，平移就是错开嘛，你站在这边看对面那一块。它往右就叫右移断层，往左就是左移断层。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我要站在哪一边？站在哪一边又没有差。你站在这边那一块往右移，那你站在那边看这一块，它一定也是往右移吧？不会不一样吧？所以调对平啊，没差啊，站哪一边是没有影响的。好，把咱这样进度，咱下一回，好，来，咱介绍一下，这个海沟哈，上厉害的马里亚纳海沟，人类下去几次？3次，屈指可数哦。屈指可数，我印象中不到5次。为什么？不简单，因为下骹无物件。你下骹有黄金我来讲，5万次都有。人类第一次下去是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潜艇技术还不好哦。你知道他造了一个圆圆很厚的潜艇有一个冒险家跟一个美国海军军官2个下去垂下去的时候，他没有对外发布说我们要下去因为万不上不来，待下卡就当作没这回事那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说你们如果任务失败，我们会否认你的存在。结果下去还没到底的时候，你看那个双层玻璃外层已经裂开来。他们只要决定，赶快上去还是继续往下。后来他们想，都下到那么深了继续往下，死了就死了，冒险家都这样嘛，就成功到最深处，还没上来的时候，消息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人类终于登陆了地球的最深处。第二次又隔了很久很久，因为没有东西嘛。第二次的时候已经没有问题了，不要一样嘛，拨进去了1万多公尺都没有问题。谁下去你知道吗？星际大战的导演，那个上面克麦隆他自己他很有钱嘛，拍了星战电影很有钱嘛，所以他自己买了潜艇然后自己潜下去。那时候没有什么危险的啦，那时候技术因为隔很久了，他本身就很爱探险，后来几次中国也派船下去过，他以为下骹无物件啦，无物件，所以大家没有什么兴趣。不是没矿物啦，可是有一些鱼类怎么在底下那个眼睛都退化了1万多公尺以下的深海没有光线的啦，没有光线，什么都没有。海沟很多，马里亚海沟是最深最长的一条。咱这造山运动最有名就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是欧亚板块撞上硬要板块造成的。还有一个就是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也是欧亚板块去对撞非洲板块，形成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咱的中央山脉
也是这样，菲律宾海板块去撞欧亚板块造成的。咱先讲啊，下一节来讲地震。我把迄个第6章的学习单分了，咱先讲啦，你有零形象，然后按上尾一买个菜。